因为咱海军的海护长水艦有3个官兵，伫去年12月份的时，因为要回收救难浮标，登着大影在小土海，甲大约有3个人还未找到。海军司令部调查报告即马出来啊，认为官兵会跋落海是环境甲装备这因素造成的，毋是人为的过失，所以无人爱受处罚。也毋过即马就立委质疑讲，舰长负责指挥，就爱担起所有的责任。为什么风影遮透、风影遮大，搁爱官兵冒险去回收浮标？海军海护舰舰去年12月发生意外，船尾出现无正常声音，救难浮标浮出来。迄时阵判断用人的方式，官兵把安全锁啊去回收浮标，却拄到大影。6人落落海，3人救起来，还有3人失踪，到即马也无找到。海军司令部调查表示，海护舰救难浮标回收作业是照受互同仁执行，官兵落落海是环境甲装备复合性因素造成。已经确认海上状况符合作业标准，做部无有期的海影，才互作业人员落落海，毋是人为过失未处罚。不过有立委认为，安尼调查结果对失踪官兵的家属无公平。军方事后的补救是增购设备，但是社会上最关注的是，在事发的时候决策判断有没有错误，标准程序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但军方却没有让社会看到这方面的检讨。这个我们可能把相关的事实先确定，再另外回复你们。立委表示，海军调查清清楚楚，官兵发生落水意外了后，才紧急把人员落海警示去。舰长指挥出任务应该负全责，这意外煞无人受处罚。王定虎认为应该互证据公会。有没有人为应该负起责任因素在里面？我觉得就根据证据、根据规范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外界关心海上是毋是无好，舰长议员下令用人力回收的决策。学者分析，救难浮标对舰舰虽然重要，不过天气也无好，应请船舰协助回收。这个甲板其实并不是那么，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曲度嘛，那其实那个对于人员来说，那并不是那么好站立，尤其是如果你海况这个比较这个差的情况，那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不要太急于说做这个装备回收这样子的问题。学者表示，舰舰战备演训比水面舰更加危险，爱精进相关作业流程，官兵的安危上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